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虽然在今仔日中学以下恢复上课，不过也有网友发起罢工、罢市、罢课，影响到香港的交通。一边就讲行动党甲陈水扁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内，强调讲伊无放铁夺公权，会将名单交出去。有一位大数员工去屏东爬山失踪10天，在今日透早被发现，好佳在伊平安无代志。新闻一开始，咱来继续关心香港的情势。香港反送中示威是小媒体，中小学停课4天了后，在今仔日恢复上课。有网友阁号召讲，重新启动3罢，也就是罢市、罢课、罢工，各地头也有民众要来响应。包括地铁站有几个所在，拢一个车门互主动关起来。另外，理工大学互香港警察团围住，有风声讲校园内存无到100人。保安局长李家超表示讲，目前已经要到900人来自首，而且这寡人拢用触犯暴动罪甲抓起来。示威者伫香港观塘街路抗路中，想要互交通袂叮袂当。香港中小学停课4天了后重新上课，网友号召重启3罢，向港府抗议，得到各区响应。港铁真侪站点，亲像将军澳、观塘、港岛也个转弯线，被人阻碍关车门。车站一度客满乘客爆发冤家，将近中昼，港铁才慢慢恢复正常。香港理工大学被港警威胁，连接正做警民冲突上严重战场。早起有学生挡袂住被医护人员赶出校园，现场传出存无到100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出，目前已经将近900人自首，强调会全部以暴動罪逮捕，而觸犯暴動罪會處10年刑期。我哋係會全部以暴動罪拘捕，當然喺拘捕之後，警方會調查嘅。如果呢個集結已經有人違反破壞咗社會安寧嘅行為，就已經成為暴動罪㗎啦。幾日間嘅警民對立，理大校園被水炮車、催淚彈、汽油彈等轟炸，一片怒蒼蒼。表面佫留着真濟示威學生抗爭過分者。針對示威者互交通袂叮袂當，李家超表示，將會趕緊派人搶修，互連接九龍甲港島交通大動脈早日能通車。在太古廣場，中晝真濟人花口號聲援理大學生。香港立法會舉行大會會議，立法會議員柯志芳針對反修例運動提出口頭質詢，被主席梁君彥否決，惹嚟民主派議員不滿，會議一度暫停。將反修例運動呢個字咧係正確讀出，所以咧其實佢並唔係做緊佢而家自己嘅修訂，可能佢唔識字，咁所以我唔知道。主席希望你做裁決。主席，反修例同反送中運動都係市民理解嘅一啲字眼。理大衝突事件，港警分別在校園附近追捕示威者，以及想要救學生的人，被掠人數超過1000人，其中213人20共一天出庭應訊，創下反送中運動以來單日上濟被告第一擺開庭。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香港反送中的抗爭，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美國國會所提出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眾議院通過了後，參議院在美國時間19日間又出現參議院的版本，要求行政部門要列名單制裁危害香港的人。另外，有一項就是禁止維護香港警察催淚彈加胡椒噴霧法案。不過，中國外交部率來吊檢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瓜有為，根據對香港人民民主法案提出強烈的抗議。香港局勢繼續升溫，引起國際高度的關心。美國國會提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來應用，第10月通過眾議院版本了後，參議院19嘛無異議通過參議院版。會中幾位議員發言，閣掛出真響棒的看板，強調講，若是美國頂點點，即嘛是香港，明仔載就會是台灣。We cannot stay silent. It's Hong Kong now, then it will be Taiwan. 因為香港警民衝突增加，參議院啟動熱線機制，讓法案跳過一般的程序，唔免佇議會辯論甲表決，加速通過法案。參議員柯頓嘛講，若是中國鎮壓香港，會是一個真大的歷史錯誤，甚至講比天安門事件更加嚴重。法案的提案人參議員魯比歐閣示警，北京想要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What China is really pushing for in Hong Kong is moving fro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one country, one system.
Chinese system. 为着要挺香港言论集会甲抗议的自由，参议院同时间通过禁止甲香港警察出口包括催泪弹和胡椒喷剂等等的特定军火法案。但是中国外交部谴责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是无顾事实，算双重标准，干涉中国的内政。美方近来多次就涉港问题发声，看似公允，实则暴露出企图插手香港问题的别有用心。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出声明，认为美国公然助长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力犯罪分子的声势，再度暴露美国政客压霸的本性和阻止中国发展的用心。参众中已颁布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拢要求行政部门要点名制裁香港侵权人士，并且定期检视香港驻地的情形。不过，两院版本各有不同款的所在，两院爱先协调同款的版本，最终版的法案才搁交予总统川普签署。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局势是一再变歹，美国参议院也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咱的总统蔡英文也讲，香港警察的行动已经是人道危机，也搁再一摆呼吁香港政府要重视加回应人民的民主诉求，让香港恢复稳定。另外，伊的副手赖清德也针对着国家主权的问题回击韩国瑜，讲若是要甲中国台湾带去统一，中华民国一定会灭亡。请剪彩。假期站变连任，总统蔡英文20出席新北市树林祭安宫当前百年5条青椒美容点睛精彩活动。面对香港局势升温，美国参议院19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蔡英文讲，香港警方的行动已经是人道危机。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必须要重视香港人的诉求，必须要回应香港人对于民主跟自由的这些诉求，才是真正的让香港社会可以回归稳定的一个做法。蔡英文伫北部拼大选，副手赖清德伫台南陪同一立委参选人登记，佮发出特色红不让的目标，对家己的国家主权论述，最近和对手韩国瑜口水时照较上市，赖清德再度反击。如果韩市长跟国民党仍然执迷不悟，要将台湾带向统一的话，那中华民国势必灭亡。除了爱面对南洋的质疑，民进党主席郭文哲讲，被台独的子孙拢比伫国外是骗子的言论引起争议。蔡英文反驳，呼吁爱严肃看待。我们很多的民主前辈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是贡献很多的那他们也因此都不能够回到台湾尤其是在黑名单上面不能回来。那当然他的后代也都会在国外。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下晡带领党籍部分区立委提名人登记，希望冲关政党票增加席次。但是新政党一直出来，民进党有分散票源的压力。党主席杜英台强调，执政党要兼顾到更加侪政策层面，希望选战的后期，大家会当认真思考，要安怎让每一张政党票拢发挥效力。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下晡，国民党召开不分区立委联合记者会，因的目标是要化解外界疑虑。不过，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却伫咧面册写文章，强调讲伊唔敢无良心来替因徛台。另外，马厝黄埔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透早向亚讲，捌伫咧台北市大安区有一间厝，竞选办公室也随出面来陪会。国民党不分区提名立委近10人名出席，展现团结，要化解外界对因的疑虑。可惜党主席吴敦义无来，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阁有前立委汪聪君嘛请假，刚有13个徛伫台顶。备受争议的退休将军吴思怀是利用这个机会替家己讲话。我捍卫的中华民国是1911年由本党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不是蔡英文总统口中的中华民国台湾。我从事的工作其实都跟大数据的分析有关。接下来我如果有幸可以进入国会的殿堂，我希望可以推动台湾
在这一个产业方面的发展。外界有质疑说，是不是您是蔡令仪夫人的闺蜜，认识很久？我真的跟她一点都不认识，这一点特别说明。蔡已经澄清，伊甲吴敦义夫人蔡令仪无关系，但是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犹原有争议。新有张显耀无通过动议名单，阁有范成年宣布退出。今日史学院嘛讲伊要退出名单，国民党的不分区提名为34席减到31席。捌讲过要总统甲政党票切过来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是再度伫面册表达伊的烦恼，讲伊无法度违背良心来背书，为了冲刺选情，张善政选择批评蔡政府的施政。机场只有土建吗？机场里面要有这种电脑通关，各式各样的东西。他真正讲的是2040年，对不对？2040年，21年做一个国际的机场。我告诉各位，这是国际笑话。有要卖厝风波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阁互媒体压出，伊要伫台北市大安区买厝，但是无向利率公布名单内底，再度受到质疑。这栋房产在大安区房产是属于他的亲属的，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要尊重这名亲属，他并不是公众人物，所以我们要尊重说他有自己的隐私权。伊的竞选办公室澄清，讲报道唔是事实，为了避免影响选情，伊的竞选办公室的人下晡去北检对周刊提告。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一边一个行动党为着要抢2020立委的政党票，也甲前总统陈水扁列入去不分区立委名单内，因也得到陈水扁的签名同意。不过，陈水扁参选敢有合法呢？党部表示，陈水扁无向铁道党公权，也有参政的合法性，也会甲这个名单送到中选会。看到前总统陈水扁支持者大声喊口号，因为伊出现，就等于讲是要答应去用列入去一边一个行动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内底。唔是无签爱关倒转去，是签了真紧就关倒转去。这唔是我要同意唔同意的问题，我同意无效，这是爱总统同意，安尼才有准绳。一边一个行动党为着要争取政党票，去陈水扁因厝里交同意书，发起人尤其问讲，陈水扁无考虑真久就签名，而且陈水扁嘛亲身出现，甲支持者致意的时阵，佮直接公开发声，敢会当列名不分区决定权伫咧总统蔡英文。现在给他排不分区，应该也不会敏感，基本上只是在凸显过去对他的不合理的这些屈辱。我们认为台湾的社会应该还他一个公道。问题，陈总目前没有褫夺公权的问题，褫夺公权是发生在刑期服满之后。好，那现在他没有这个问题，他现在是保外就医的状况。不过陈水扁目前也搁伫咧保外就医，但是不分区立委敢是合法？党部强调讲，陈水扁无去用铁夺公权，也是会甲伊的名列入去不分区名单。陈总他被推荐的这件事情，他的资格应该是由选务机关，然后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相关法令来认定。台中监察表示，陈水扁去互政党列入去不分区立委人选，资格应该是交予选务机关来认定。台中监察敢若评估对方保外就医的医疗状况，若是中选会是回应讲，等待收到相关文件了后，会搁依法审定。不过嘛提醒，这规定捌犯过贪污法，而且判刑确定，也是捌去互判有期徒刑，而且无执行了的人，拢袂当来登记做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在今日宣布，2020年不分区立委名单排名第1的是新兴蒋介联盟秘书长陈世华，郭家军的老友党排伫第4。日前也风声讲郭台铭伫咧两党拢安插人去选。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港澳的团员听着真拄煞。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20号宣布，唔但有郭家军，甲郭台铭有交情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嘛伫内底，佮安排互新兴障碍者联盟秘书长唐世华排伫第1。宋楚瑜对这份名单真有自信。宋楚瑜这个团队，余香这个团队，一定善尽我们关怀全民、专业服务。亲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总共有22个，除了唐世华、现任立法委员李鸿钧第2，薛明志伫第3，郭家军、刘宥彤伫第4，蔡庆宇伫第9。第一个，我代表我自己；第二个，我代表科技界。你不必为了亲民党服务，你是为社会效力。为人民服务。亲民党不分区名单前3个，无郭家军甲进前外界利益的有无差别？加上郭台铭推荐的高虹安伫民众党第3名，若是小党的票源分散，郭台铭敢会上头空？
如果我们第3名也被杀掉，那我们就完蛋了嘛。所以每次说有时候江湖传言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最后也不是1、3名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老郭反而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今年小党真济，尤其是国民党的民众党和国民党组成吴敦义看作是泛蓝联盟。国民党认为吴敦义是要救民众党的票，不得为伊的立法院长来布局。国民党嘛对民进党无客气，伫一场活动顶面讲到征兵制的议题时阵，竟然批评台独。那些搞台独的儿子孙子，都躲在美国，躲在纽西兰，对不对？对啊，都骗子啊！国民党话讲啊真惊人，互外界认为是失言。伫选举愈来愈外的时阵，恐惊引发争议。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有一间公司合作华用也宣布破产咯，打算伫11月底要甲员工总资遣，毋过欠的薪水、甲资遣费用等等，劳保局也认定讲，因爱生出的赔偿基金可能会超过8亿，而且是未负荷1900名劳工，这款情形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这6个月的电厂金8亿多，我们会尽快，目前都已经在作业程序了。劳动部长柯明春强调，伫华营宣布破产了后，会大量辞掉将近1900名员工，所欠的工资、资遣费、退休金等等，差不多12亿。但是依照都计划的规定，贴偿基金敢若支付部分金额，超过超过8亿，创下贴偿基金运作以来，单一企业贴偿金额人数史上新高的纪录。目前为止，有没有把握把这一笔高达12亿的电厂的经费就是追回来？特别是以杨梅那一块土地啊，按照它的建价跟它现在的法定抵押权，我们一起分配，判断是应该都没有问题。劳保局贴偿基金为民国76年开办到即阵，已经贴偿2611件，贴偿金额差不多52.34亿。但是新港对象的金额敢若8.8亿，对象率较无2成。伫民国98年，捌为远东航空贴偿2.7亿积欠的薪水，最后远航、中正成功全部拢有还掉。但是劳保局表示，大多数贴偿的公司负债大过资产，要追偿无遐尼简单。其实这一些已经倒闭的公司哈，它相对是已经财务状况很不好的，所以可以供执勤的财产，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劳保局都会在电厂后来积极的做诉追。劳保局表示，目前华营的劳动契约要等到11月底才终止，上紧12月初，通市政府就会进行休业认定。不过因为贴偿的金额含人数不遐大，劳保局表示，按算上紧年底进前，也是旧年进前，才会当将贴偿的金额发还给员工。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的灵德家乡因为囝生少的问题，学生人数因过上济有到上千人，到达说规间学校只剩450人，也决定要转型做双语中小学。已经通过苗栗县政府的初审，打算伫咧8亿学年度来招生。另外，高职的部分在明年也开始停止招生。伫中餐主家教室老师教的是刻菜色技卡。这的话长要3公分，这太短了。对，差3公分。因是瞄到县里两地家乡参应考学生，学校要求毕业进前一定要摕到相关证照。不过即马人生了少，学生人数为全盛时期1800多人，即马全校只剩450多名学生。明年要停招改制为私立双语中小学，已经通过苗栗县政府初审。我们学校最快预计是110年可以完成复审以及申请招生。那除了海线地区之外，我们山线也是我们的服务的范围。30多年两地家乡伫改制后，会是苗栗县第一间改制为中小学高中职。校方也保证，即马高职的学生教学同款未拍折。那在110年的时候，目前高1的学生已经到高3了，我们隆德的学生完全可以在本校毕业。对家己学校要改制，用到加做历史名词，学生感觉是唔甘。没办法，因为现在都少子化的问题，应该也会多少有一点啦，因为会觉得说哇，学校变了，就回不到以前这样子。所以他们换了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方式。自从我们这届开始，人就越收越少，觉得蛮可惜的。学校给我们训练就会让我们安全毕业。高职部分会为明年停招，已经向教育部国教署报备，老师安排转教现地工商教册。学生部分今年高1 70多位学生是最后一届，按算第110学年度停办高职，正式转型改制中小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这个月初10，有一位大学员工家己去屏东爬山出来失踪。
救援的人员经过10天的敲找，拢找无，想袂到在今日透早，互发现讲伊伫咧7+K的溪坡啊，规身躯干那一寡刺伤而已，也已经平安无代志啊。太太来了。失踪10天，说平安无代志，亲戚50看到伊，拢来甲伊揽一个。60岁的台塑员工宋瑞雄看起来精神袂歹，啊，毋过大家更较好幸的是，找无到这几天，伊是安怎过？陪着那段迷路，就我在山上，就在过了这一次喝水，还有如果说血糖太低的话，我就吃一点芒草。那个草类，那个有一点带一点糖分的那个草类那一种。这个月初10，宋瑞雄家己去屏东立顶山爬山，原本按算长工往回，身躯干那早1天的尿湿甲一领外套，啊，毋过说伫咧要转来时阵找无到。我就在这个地方迷失了啊！加上找警消来斗相交，出动空勤直升机甲空翕机，台塑嘛派人来找，同款是无消无息。找无路的第4天，宋瑞雄决定讲要撩溪落去来找找出路。好佳在伫咧溪谷拄到无路的民众带出去，身躯干那有淡薄仔刺着伤，平安无代志。哦，这几天的辛苦了，真的听到他平安就一切就放下。每过一天一早上来这边，就希望说有好结果，结果每天都是失望的回去。宋瑞雄平安无代志，是靠食肝棒心甲啉水来维持体力。啊，毋过消防局嘛提醒，毋是所有人拢适合安尼做，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晓认捌食物。若是讲有必要要家己去爬山，尽量加准备2天至3天的尿湿，来增加互救倒转来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丁青湖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毋过防疫人员发现讲有天9日的摊白网，也已经要求水公司爱加强管理。若准阁有新的疫情出现，恐惊可能会甲规个园区双封起来。大家拢到高雄丁青湖的风景区来猎网啊，防疫人员非常紧张，是因为最近一件本土型的天狗咧病例8到这活动，离卫生局连续调查2礼拜，18号医院伫园区内底发现2位阳性执行员，而且掠到65只的网啊，和风景区边啊，历史是水公司的废弃宿舍嘛有，病虫网的指数是无法度有效来控制。2例以上，或者是它这个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关联性。跟澄清湖有关的话，那这个部分呢，澄清湖就可能是一个传染窝。那我们也不排除就会比照像今年的新北峰山，或者是在台南的巴克里公园，整个封闭2个礼拜这样的一个措施。丁青湖属于是水源区，无法度用化学来喷药啊，增加着防疫的困难。不过卫生局认为，摒扫着执行员才是上有效的作为，强烈要求水公司要改善。那最后是无法度有效来控制，嘛无排除要强硬来要求着丁青湖要关起来。紧急在另外有这种采购的方式，那我们在另外要找工人来进场来针对热气的部分，我们先清理。那另外我们也会发动我们园区里面有志工，那志工的部分我们会分责任区，请志工来帮我们加强巡视。水公司回应园区非常的大，有当时啊人力无够，啊毋过已经动员全部的人加上志工，计外包着人力来摒扫，希望伫上短时间内底改善。记者刘婷丹、hen坤高雄报道。寒天伫要到啊，东北季风也开始变强。伫咧云林落水溪边的乡镇，逐日因为这沙石啊，拢嘛硬碰碰。为着要让学生有更加好的上课环境，教育部也针对受到土粉啊影响的学校，加装抽风的设备以外，也加开1000多班伫咧土粉较容易营业的所在，种树啊、种草啊，希望会当减少这款硬碰碰的情形。这几天东北季风变强，云林落水溪花旗轮啊油车国小，因为巷巷内底有沙坡地，若是透风，风杯山就会硬硬飞；若是学生要去室外上课活动，加减拢会受到风杯山的影响。风太大的话，那个沙子或是那个草，都会飞进那个眼睛里面。浊水溪的沙一扬尘上来，就感觉风沙很大哈，所以我们校园如果这条步道可以做起来，就减少那个裸露面。我们打算做透水铺面。为着要减少风杯沙对学生的危害，立委廖建国邀请教育部的官员来落水溪樱花学校会勘表示，教育部补助落水溪附近4个乡镇，拢总22间学校装新风系统，但是为着要让学生会当伫室外活动，会阁补助种树啊、种草坪，减少校园风杯山硬硬飞的状况。
要来特别针对植树跟绿化的部分来予以协助，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缩小这个裸露的面积，那就会可以让这个沙尘暴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本身来也会马上有感到有这样的感觉，然后风一吹的话，沙尘就会扬起来，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改善。教育部表示，针对森林园内红白沙区域校园种树啊、种草坪的计划，会补助1100万。包括罗水溪樱花的学校、宜贤、宜伦、油车、中和、甲丰原国建国小，来增加校园的绿化，希望会当解决一寡红白沙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民间的风源电厂计划打算伫咧新竹关西起一个天然气加速的发电厂，所引起民众的反弹。环保署在今日下晡进行分析报告，甲第4摆的初审会议。当地乡亲也讲，关西已经有一座民间的火力发电厂，若搁再起一座，恐惊影响环境，也因绝对要反对到底。早来13000人返宏观电厂联署书8外归关西乡亲，专程到台北环保署观察分析报告专案小组第4摆初审会进前，伫苏外表达反对立场。2.5啦，那些都会受到伤害啊。那我们也要健康啊，是不是？那电厂设台北市可以吗？不行啊，这么多人住在这边，安全健康啊，那怎么可以设在我们那边？我们也是人呢。关西镇长刘德牛批评96年环评过，无人知影关西已经有一座火力发电厂、新头电厂、搁增加电厂，恐惊对环境生态、农业甲生活造成冲击。参加审查会议的镇民阁讲。6号村就伫附近，开发单位无提出完善的紧急救援计划。虽然有列出来说处理的医院及诊所，但是厂址附近即使能协助救援的救护车的数量在环评报告书并没有看到开发单位宏观电力公司表示，这摆变更计划降低燃气规模，采用先进机组，搁纳入甲醛排放影响评估甲对策。发言民众内底有人表达支持。这个天然气用量本身的这个甲醛，经过我们这样子的使用之后，可能在这个环境再经过大气扩散之后呢，其实影响到附近环境的大概这个量化数据，我们也已经计算在这边0.195这样。宏观电厂。新的管线、新的设备、新的材料我想应该也没有到危险的程度啦。将近3点钟的讨论专案会议前回，风光公司爱去补充甲居民沟通的资料，空气污染物的减轻，或者是对换这事项决议保证在审。环评委员会也到现场勘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9开始第2批的单核调查听证会，副总统 Pence 甲外交政策助理 Williams 甲国家安全委员会乌克兰事务专家陆军中校 Vindman 甲前欧洲甲罗西亚事务助理 Morrison 甲前驻乌克兰特使 Volk 这4个人出席听证。听证的过程当中，白宫的官方推特口罩一直讲话攻击乌克兰出事的民众，也有人认为讲这款的行为无够公正。乌克兰门公开调查听证会第2礼拜的头一场听证会，再起出席的证人是副总统潘斯的外交政策助理威廉斯，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乌克兰事务专家陆军中校韦德曼。威廉斯是白宫内部监听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话内容的人之一。川普两天前伫推特攻击威廉斯，讲伊一向就是白宫内面的反传人士。共和党内面只要反对川普的人，拢予伊按这个方法，佮讲因是人渣。I found the July 25th phone call unusual because, in contrast to other presidential calls I had observed, it involved discussion of what appeared to be a domestic political matter. 前军总献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乌克兰事务专家陆军中校韦德曼讲，川普甲泽连斯基的谈话内容，予伊唔敢相信。川普对乌克兰总统做真无妥当的要求。And that this w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if it became public knowledge, and it would be perceived as a partisan play. It would undermine our Ukraine policy, and it would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ecurity.
韦德曼作证的过程，白宫的官方推特口罩一直发表攻击韦德曼的推文。现场共和党众议员嘛，以基辅当局捌邀请伊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3届的代志，质疑韦德曼的忠诚度。韦德曼伫乌克兰出事3回的时阵，才对亲人移民美国，捌拍过伊拉克战争，阁得到基层勋章。对共和党议员的质疑，表示伊全部拢回绝，强调伊是一个美国人，担任外国的国防部长，这个提议真好笑。下晡电电话征驻乌克兰特使沃尔克讲实在拜登24档，拜登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国批评川普以军事援助施压乌克兰，对拜登进行贪腐调查的做法。工厂出席的国安会前欧洲和俄罗斯事务主任莫里森是表示，到今拢无建议总统做过迄款代志。川普19伫白宫，互人问到听证会相关的问题时，用第7法庭，也就是事实的公堂来回答。What's going on is a disgrace, and it's an embarrassment to our nation. 记者综合报道。天主教的教宗彭济国19对罗马出发，开始8天的亚洲访问行程。20下晡到头一站泰国，明仔载会甲泰王也瓦吉拉瓦讲，伊就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来会面。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下晡去到泰国，展开8天的亚洲访问行程。伊暗时会休困调整时差，日按算要和泰王瓦吉拉隆功佛教界最高领袖见面。伊嘛拜访当地的天主教会，主持大型的弥撒。这是隔35天再次有教宗访问泰国，当地的信徒嘛拢真期待。ป้าเป็นคาทอลิกฉะนั้นป้าศรัทธาในองค์โป๊ดมากมี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ครั้งหนึ่งในชีวิตอยาก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เข้าเฝ้าได้เห็น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ได้ขอพรจาก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ค่ะ今年是天主教团结去泰国350周年，所以教宗来访问意义重大。方济各有期会伫弥撒报道当中呼吁泰国社会重视人口贩卖、卫生连性爆射危机。伊会伫23载起坐飞机去日本东京，就算泰国甲日本天主教徒的人数拢敢若占总人口比例较无0.6%。伊伫出发进前表示，对出国访问非常的期待。Confío en que mi visita contribuya a poner de relieve la importancia del diálogo interreligioso, el entendimiento mutuo y la cooperación fraterna。日本身为战争当中唯一经历过核武摧残的国家，宣布签署联合国禁止核武条约。方济各会伫24去长崎甲广岛，伫当地主持弥撒，有期会呼吁各界采取措施废除核武器，传达世界和平的理念。Hoy día el mundo tiene que enfrentar.Especialmente en los conflictos armados. Vuestro país es muy consciente del sufrimiento causado por la guerra. 方济各25会去东京拜访日本311地震的灾民，同港嘛和日本天皇敌人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并且伫东京巨蛋主持一场大规模的弥撒。26会转去罗马，这是方济各自2013年就任以来第4届访问亚洲。虽然伊到今都无拜访香港，但是意大利当地媒体报道，教宗应该会替全世界的弱势发声，希望伊会当表态支持香港的示威，缓解香港示威者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记者综合报道。男性也会受伤害，这条说落来就要来讲，互恁知。一般听到骗术或者是卡来酒来，真侪人都会认为讲受害者就是女性。不过，根据着日本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调查，20多岁男性互高高甜，或者是比高翔，或者是去互戏人有21%，比同年龄的女性是增加7%。这寡男性的受害者说是艰苦腹内吞，就连法院也认为讲因无互安怎。所以咱来关心到台湾交通的消息，高铁通到屏东的规划，交通部是采用左营方案。不过有一名审查委员质疑讲，审议会议无经过全部委员的同意，就报告行政院有停事的问题。不过铁路局表示讲，是依照会议的结论来提报，无行政定数的问题。不过也有民间团体质疑讲，高铁做到屏东或者是做到宜兰，拢需要甲地方来参详。9月底，交通部审查会议通过高铁蓝烟案，确定左营方案送行政院。即马传出讲有审查委员不满交通部无经过审查委员的同意，就直接报行政院违反行政程序。
这个提出质疑的高铁蓝营审查委员表示，东港审查的结论要经过委员同意了，才会当补行正义。现场有真侪委员提出无同意见，希望讲修正补充了后，才搁伫后一届审查。毋过铁道局说直接补行正义，这个审查委员进一步质疑，若是委员有其他意见，那呢铁道局要安怎处理？会议结论已经明确通过这个方案呢，并没有再同意与否的问题啊。会议结论写的意见是征询委员意见啊，并没有说要取得这个委员同意之后才能够抱怨。铁道局表示，照东港会议的结论通过作业案，无需要征求委员的同意，嘛无违反行政定数。因为高铁蓝沿作业案要起的经费要554亿，会拄即摆高铁作业站向东沿甲屏东六地处，全长17.5公里。毋过审查委员嘛质疑，评估的指标敢若有工程难度低，阁有经费低，却无国土规划分析。高铁蓝沿可能是宣泄意思大过实际效益。屏东案也好，宜兰案也好，它对于地方产业的发展，对整体台湾未来国土规划的方向，其实都是不清楚的。那个就不是现在你在就在办公室里面审查的一个机制，环境的问题、土地使用成本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表决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铁道国土规划协会是质疑，即摆铁道审查机制无甲地方沟通，无论是高铁蓝沿还是东沿，拢无斟酌评估地方产业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南方澳大桥登记了后，港务公司第一版的调查报告甲紧急处罚名单放替登记。这个新版的调查报告出来啊，是追查到民国87年，紧急处罚名单有20多个人，而且是大部分拢是真悬坎的主管。交通部介入南方澳长桥的追究责任，指派行政署甲人事处会同港务公司启动第二波调查，三方共同完成第二版长桥调查报告甲建议处罚名单。交通部处长兼港务公司代理董事长黄玉玲表示，因看过报告，认为第二版的调查报告较完整。基隆港务局时代一直到现在21年，包括第一线的主管跟负责督导、直接督导跟间接督导的这个主管去检讨各界的这个责任。这份调查报告列出长桥事件追究责任的三大时间点，追溯到民国87年12月份，政府将桥起好了的权责问题；那101年3月份，大桥管理由港务局移转到港务公司，嘛是关键时间点。另外105年10月份，港务公司收到宜兰县政府委发的检测报告，为怎样无发现，应该依照规定检测，相关负责人员有20到30个人，向提报处罚。以中国界主管较济，送出去的不会只有基层人员那也包括中高阶的主管通通都会一并来做一个检讨。港务公司低调无愿意讲建议的处罚层级，那这份调查报告是由3单位共同完成，目前要行三方的行政流程，上紧这礼拜提报交通部，由交通部核定了后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劳工的权益。华航集团下面的公司华捷，伊的工会伫4年前捌因为薪水伤过低发起罢工，却因为外包的条文超白码。工会质疑讲华航故意拖时间，阁想要小心，在今仔日去到华航公司抗议。华航也表示讲，根据着公司治理原则，工会的诉求是爱华捷甲华捷的工会家己去协商的。持续协商，速签团协。外社法考后，华捷说到企业工会来到华航公司抗议，工会提4当前的罢工协议内容，质疑华捷公司不断依附公司华航的态度推翻团协的内容，所以工会来华航公司抗议。我要外包的话，就只要通知工会就好，他就要外包，然后有没有跟个别员工个别告诉员工说我要外包，这个根本对于员工来的生存权。根本就是没有保障的。准备罢工的前夕，就遭到资方的反制，他们就使用业务外包，就把华捷工人的生计、他们的收入给锐减。华捷工会伫2015年6月经过26点钟的罢工成功，工会提出2015年的罢工协议内底写着，业务伫外包进前必须要先通知工会，并且和工会协商才会当外包。经过30多届的协商，伫11月上新的团协会议，说服资方改做知会工会就会当外包。工会指控华捷资方协商过程不断依照母公司华航的指示更改，恶意拖延团协。最后，华捷的财务
无经理出面收下定情书，但是无回应诉求。请问今天的陈情能不能代表华航集团的意思？我马上就转达。华记说到是负责华航集团的最后，飞轮机顶管部队的清洁子公司。2015年罢工成功，2017年展开团体协约会议，即马伫咧外包年终奖金和和平义务这3项无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咱的囡仔，咱就先做互伊看，才讲互伊听。教囝学习，唔通教囝爬树，做一个好榜样。在今仔日11月20是世界儿童人权日。嘉义市政府也一出怪物1號的微電影，用導演賴麗君加演員因家己防霸凌的經驗，呼籲社會霸凌事件的發生，無應該一再罵這共霸凌的人，顛倒愛用正確的方式去關懷、去了解，這是治本的方法。這是為你好啦，過動的怪物。長期煽動別人做伙欺負同學，說當作是真自然的代志。這款學校霸凌事件發生的時陣，大部分的人都會徛在咧被害者的立場來責備霸凌者。不過，嘉義市政府透過微電影《怪物1號》，讓學生親身來了解，知影霸凌者需要去互理解的部分。爸爸，今天可以提早下班陪我去檢查眼睛嗎？爸爸今天還要跟客戶應酬。如果說你們真的有事情，然後沒有辦法去解決，不要用暴力解決，可以去想一下其他的方法去解決。你霸凌別人啊，其實自己假如說自己一個人孤單的時候，其實也覺得非常的空虛，也非常需要別人來幫助你，讓你的生活非常的色彩。11月20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兒童人權日。嘉義市政府為着要響應這個活動，特別邀請紀錄片導演賴麗君用講故事的方法來表達學校內的霸凌事件，嘛提出霸凌者需要去關心的角度。如果說我們一再的罵他們的話，他反而會更怨恨這個社會，因為沒有人同理他們，沒有人去看到他們的內心。就是說，我們有在關心你，那你也是有被愛的權利。當你開始學會去要別人知道你的感受以外，你也能夠去連接別人，去感受別人的感受的時候，也許這個同理心慢慢的就會萌芽出來。嘉義市政府表示，怪物1號唔是要教學生安怎避開霸凌事件，顛倒是希望會當教育社會大眾，事件過了後的關心比責備更加重要。嘛希望講透過這個影像的創作和影響的層面會當更加寬，嘛讓這個國際兒童人權日會當更加有正面的力量。記者綜合報道。體壇大車拼，台灣一定贏。台灣自由車選手邦俊凱在今年4月摕到亞錦公路賽的銅牌。國際自由車總會第一章對外發布講，邦俊凱的成績是有資格去參加2029年東京奧運的男子公路賽。到目前為止，台灣已經有6項運動20位的選手有資格去東京奧運，甲人拼一個關鍵咯。台灣第一個加盟世界一級車隊的車手，這2年的環大賽嘛表現出真堅強的實力。自由車選手邦俊凱4月底時陣嘛佇亞錦公路賽摕到銅牌。我們不只是騎我們自己，我們是為台灣人而騎。國際自由車協會發布消息確認，邦俊凱用亞錦賽成績摕到2020東京奧運男子公路賽的參賽資格。體育署指出，邦俊凱2008年北京奧運捌出賽領先積分賽，這個會當佇公路賽達到標準，真正是真無簡單的代誌。創造出近10年最佳的成績，然後拿到了第3名。那因為哈薩克是因為國家排名，那他就順勢再變成亞錦賽的前2名取得資格。我想這是也證明他的實力吧。收到確認參加比賽的消息，目前人佇咧福州比賽，阿凱也透過賣獎團來分享心情，寫講即個心情較平靜，顛倒要好好來研究這條路線，用完成比賽做第一目標。邦俊凱的車隊嘛指出，東奧公路賽的比賽路線真正會使講是真困難。總共有234公里，然後裡面的爬坡超過4800公尺，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直在爬坡起伏的過程當中，包含在富士山周邊的路線。體育署統計，到11月19為止，台灣已經佇咧射擊、電競、射箭、游泳、體操，還有自由車6個運動項目摕到20席的參賽資格。到年底，還有真濟項目的選手愛拼積分，若無就愛佇咧明年的洲際資格賽來搶門票。記者綜合報道。
伫咧中华鹿港有一位真厉害阿公周佑女，伊4年前为着因孙用造笋的方式做一台拖车。虽然讲这台拖车伊即摆的笋已经坐袂落去，周佑女若搁做另外一台囡仔车，甲4个笋做伙塞出去佚佗，这个阿公有影是足欢喜的。坐伫咧凌晨囡仔车，囡仔是有够欢喜，因为这台囡仔车全台湾只有一台，而且佫是阿公家己做的。感觉真欢喜啊！小孩通小孩安尼欢喜啊，我嘛真欢喜。这台号做高经厝号用茶做的凌晨囡仔车，是中华木匠师傅张佑如以孙仔的出生地鹿港高经厝来号的，以笋毛工法来组装，无用钉仔钉，方便拆甲斗，也兼顾安全。手工彩绘的囡仔车顶，拢会使看到张佑如拆孙仔的用心和智慧。这个弯字就是佛祖的弯字啊，弯字厝个较会辟邪哦，小孩子咧这种悬顶厝较无去冲着。这葫芦就是吉祥啊！成人目的凌晨囡仔车是张佑如上盖新的作品。进前因捌替孙仔打造一台大象囡仔车，不过因为孙仔大汉也变多啊，所以伊重新打造这只凌晨囡仔车，为加较快也加较舒适，让孙仔有机会和朋友同齐分享坐伫咧这台阿公牌囡仔车的快乐。我的阿公最棒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挂菜无挂，无唔食粽；囡仔无教唔食人。为什么挂菜爱挂才会大粽呢？为了要教这囡仔食着时食在地，而且佫食了健康，南投的营盘国小内面有一个品德菜园，找社区的时代来教囡仔种菜，也增加妈孙仔之间的交流。一群囡仔徛咧板菜边仔，还有时大做陪。这是南投市的营盘国小内底的品德菜园，这菜拢是囡仔甲社区的时代做伙种的。就教我们怎么施肥啊，还有种菜的方法，还有拔菜的。喜欢吃的菜是小白菜，还有辣椒。然后因为辣椒比较好种，所以我比较喜欢吃。就是拔起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菜，自己种的菜那么。长得那么好，然后就会觉得很有荣誉心。囡仔感觉种菜真新鲜，挽菜嘛挽甲真有成就感。社区的时代就是上好、上有经验的老师，嘛增加囡仔甲长辈交流的机会。菜要种什么季节啊？吼，你像即摆都是寒天，逐项菜拢会当食，食拢无衰啊！你看拢有互糖食，啊算咱食了较健康啦。所以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努力的成果来获得到这个收获。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要教囡仔食着时、食在地、食健康，用讲的无效，直接教囡仔安怎种菜就对啊。用无毒的方式来种作，家己种的菜家己食，麦当减少食材运输造成的碳排放量。学校表示讲，这唔但种菜嘛种品德，因为囡仔会当透过种菜学到宝贵袂出水，想要修行就要先付出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互咱顶紧的所在，就咱发挥的舞台。今年得到53年艺术奖的无国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林丽珍，伊用好奇甲热情，替台湾的舞蹈找出一条新出路，用台湾岛史甲文化来创作，设计出特殊的舞蹈美学，伫咧国际顶头也变甲真出名。跳舞是我的灵魂嘛，无跳舞我就啥物事拢毋是。头前一拍火，火光闪起，伊真足看舞者的排练，看到激动的所在，各队咧拍屁啊、摇叮当，甚至大声话来帮助舞者搁较投入。伊是林丽珍，跳舞超过50档，是台湾重要的编舞家，舞蹈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伊有真有路的观察力，也有真强的爆发力。你看，你推我都推不动了。你当然是有保守力量。再一次来。林丽珍打开始学跳舞的时阵，学的是细远的舞蹈技巧。后来，伊体会到技巧是需要稳重起来，毋是要摕来顶的。
伊32岁暂停跳舞，用7档的时间，回来看这道倒数的自然生态和宗教文化。在1995年新任舞蹈，以非常慢的身体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舞蹈美学，感动舞蹈界。在这缓慢的过程，我们可以整个像显微镜这样放大所有的事情，你那看不见的所有的细微东西，全部被看到了。伊个所表现出来的身体的方式，拢是足台湾的，吼啊，像讲伊几落个上有名的作品，拢是咱台湾的，譬如讲亚妈做啦，吼做石啦，吼，也是讲咱这个土地，咧讲咱的土地，讲这个环境的内容吼。林丽珍的舞蹈为石到调。舞蹈的场面调度，虽敢若亲像民梦，互观众看了真入迷。林丽珍就亲像是一把火，为舞者和观众带路，用舞蹈照光每一个人心内未知的所在。记者由于紧张玉水台北报道。台大的创新设计学院有一群少年仔，用因设计思考方式引带入去思考，因也将这款思考的方式带入去社区，叫大家做伙来把社区的理想型生出来。在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咱也做伙来看这群少年仔的青春美梦。Alpha Team 坚持设计一定要理解使用者的感受，透过讨论了解问题，双方有共识了后，颠倒会当发现全新的行动路线。我今日带的部分主要是互因实际上用设计思考去做一个皮包啊，因为阮认为讲设计思考这个概念，毋是讲老师伫台顶安尼教册对学生就会晓的，学生一定爱家己去试看卖用设计思考去做一个物件出来，到就会晓。Alpha Team 有一个孵化计划，其中的灵魂人物就是廖建成，应用设计思考的方式，甲无共团队扩来到社区。就是都市的议题真复杂，爱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来投入。啊，该每当咱有一个孵化计划，甲不同的青年团队，大家做伙来探索讲，该每当伫咧社区来发展家己的专业。另外，这个计划内底阁有一个子孙演爱小组，因希望设计一种物仔，会当互阿公阿嬷甲囡仔有互动，嘛会当互身体活动着。那设计思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设计的工具，那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实际了解这些人的现实的生活状况。但以往在学校其实很难会真的接触到这么深入。一群少年人唔惊失败，唔惊考验，因定定讲做这个计划，就是爱一直失败，安尼才会当愈来愈知影人真正的需求是啥物。记者罗敏珠、连新维综合报道。已经11月底了，想要到今年还有风台伫要来。根据着中央气象局的预报，风台凤凰卡路往东边煞小挂，上紧在明仔透早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伫要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气象，咱也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的时间，咱再会。